好，来继续来看这个中部两间农园的跨年活动会照常来举行，也毋过参加的民众全程拢爱挂喙罨，而且禁止食食。但是这个跨年的活动，人潮卡袂到，就是上万人，要安怎来解决到食的问题呢？业者初步的规划，除了原本室内的美食区之外，户外打车照常来排，但是禁止游客哪行哪食。嘛来设置着户外用餐区，限制区域来用餐。3、2、1，摩天轮跨年宴会迎接新的一年。台中市政府去年伫丽宝乐园跨年有20万人参加，虽然今年中央疫情指挥中心无要求暂停跨年活动。不过业者有遵守5个原则，爱挂喙罨，袂使食物件，室内场所爱用实名制，爱扎手机啊。公共便所加强消毒，人若无爽快禁止入场。是讲乐园位透早就开始有人啊，要怎落实这个规定？参与的民众全程来佩戴口罩，那我们也会加强现场的一个巡查以及劝导。昆林剑湖山88公尺高的摩天轮宴会，今年时间有935秒，因为去年有几万人参加，业者承认讲要全区禁止食物件，真正无简单。户外的这个场域，我们都会摆放座位区，让游客呢把食物带到我们这个座位区享用一下。室外摊位共款的卖物件，不过袂使哪行哪食，爱到规划室外用餐区。啊，南投九族文化村元旦假期有推出受请甲相关人员的优待促销，嘛爱欢迎。所有的密闭空间，还有这个户外都有一个社交距离跟戴口罩的一个规定。随着疫情变化，乐园跨年晚会甲元旦的假期，工作人员是拢真紧张，就惊讲防疫出问题。